來看高鐵學生因為號誌出問題，改做1點鐘發3班車，有真濟民眾攏受到影響。經過透明搶修，早起已經恢復正常通車了。高鐵公司初步判斷講，這個是因為分道控制電源模組出問題。交通部嘛表示講，已經有保留各種的設備，會甲原廠來釐清原因。坐高鐵的民眾出入，經過點心檔也立馬停落來。高鐵拜一在咧苗栗路段號誌出問題，照標準的作業停駛車道來降速，嘛致使車幫慢分，影響到真濟人。修辦以後，經過透明搶修，拜一透早已經恢復正常通車。高鐵嘛在全線各車站傳點心甲水向民眾配禮。民眾表示，看到高鐵搶修好勢，就安心照常出門。他一早就公布，他們高鐵已經正常發車了，所以我就照原定的時間。昨天確實等很久，昨天等了快50分鐘。整個開會時間延誤1個多小時啊，因為從沒多久就一直停這樣，應該不會再發生了吧？高鐵公司發新聞稿表示，這個號誌故障初步判斷是分道控制機箱的電源模組出問題，這是自2024年開始在換的新系統，目前是佔全線8成外，計劃打算在今年底完成。這個是完成了後頭家出問題，交通部表示，目前已經有保留各種的設備，高鐵嘛進一步甲設備原廠甲第三方來釐清原因。收班以後1點半開始就進行查修，翻修完以後在3點半左右就全部測試已經沒問題了，所以早上他是正常來出班，這個沒有問題。我想這個高鐵後續會把這次故障的那些零件把它保存，然後去了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。高鐵公司也表示，拜一各車次車幫攏照時刻表正常發車。針對這個的事件，馬向受到影響的民眾回釋的，表示會積極來維護載運的品質。記者盧尚祖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